不用吃藥，不用打針，每天一次阿拉斯，防病抗老超有感。大家好，我係心臟專科李英兆醫生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科學根據嘅健康方法，叫做 RIC（Remote Ischemic Conditioning） 遠端缺血預處理。聽落好似好專業，但其實操作同量血壓差唔多咁方便，而且仲可以幫我哋防病、養生、延緩老化。乜嘢係 RIC？RIC 嘅原理就係用血壓計將手臂加壓到大概200毫米控處，維持幾分鐘，再放鬆，咁樣就算一個循環。傳統醫學上 RIC 通常會做3、5個循環，主要用嚟保護心臟同腦部，減少手術或者中風時嘅損傷。呢啲係醫院入面嘅做法，但我今日要介紹嘅係每日只做一次循環，好似每日慢跑咁。雖然一次唔算好強，但長期累積落嚟，身體就會越嚟越健康。點解每日做 RIC 有效？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叫 hormetic stress 激勵性刺激，意思係適量嘅小壓力反而可以激發身體嘅防禦力。好似運動咁，跑步會令心跳加快，短暫有壓力，但長期落嚟心臟就會更強壯。每日做一次 RIC，就係俾身體一個細細挑戰，令佢啟動防禦機制。RIC 會啟動乜嘢防禦機制？抗氧化防禦，幫手清除自由基，減少細胞受損；抗發炎作用，降低慢性發炎，減少心血管病、失智症風險；血管擴張，釋放一氧化氮，令血管更有彈性，改善血液循環；細胞自噬，清理細胞入面嘅垃圾，幫助修復同更新。外泌體釋放，呢啲修復膠囊會隨住血液走遍全身，幫助細胞修復。每日做 RIC 嘅好處：防病、提升心臟、腦部耐受力，減低中風、心臟病風險；養生，促進體內平衡 （homeostasis）， 令身體更能適應壓力；抗老化，改善血管硬化，延緩退化，保持年輕活力。延長健康壽命，好似年輕血液回春實驗咁 ，RIC 幫助釋放保護因子，令細胞環境更乾淨，延長健康期。點樣做？準備一部 RIC 血壓計，將壓脈帶綁喺手臂上，加壓到200毫米控處，維持幾分鐘，再放鬆。呢個就係一個循環，每日只需要做一次，就好似每日刷牙咁。將 RIC 當成日常習慣，長期落嚟就會見到效果。各位朋友， RIC 唔係藥物，亦唔係手術，佢係一個非侵入性、安全、低成本嘅方法。40年醫學研究已經證明佢可以保護心臟同腦部。依家我哋將佢推廣到日常生活，令大家用最簡單嘅方式達到防病、養生、抗老化嘅目標。每日一次 RIC， 健康升級，活得更耐更好。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 RIC 血壓計可以養生嗎？趕快購買一台新建 RIC 血壓計，天天養生吧！記得要掃 QR code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，我是李英少醫師，我們下次見。